实实在在来甲恁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要行伊；就比遮个事较大个，伊要行伊。因为我归伫爸，恁伫我的名凡所求的，我要行伊，互爸伫囝得到荣光。恁若伫我的名所求的，我要行伊。恁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我也对爸求伊，要用各一个保惠师互恁，互因永远甲恁领大，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袂接来的，因为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相较大，阁要踮伫恁。我无要放恁做无爸的囝，我来就近你。这是咱的点节，请王秀玲、郭正煌、林章洲、何雷文、黄传俊、温丽竹、黄文正简碧会。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祈求上帝帮助咱，成做和平的使者，请会众三甲大拍。主，求你互我成做和平的庇护，以万民的所在也真经济，以众生的所在也下面真经济，以万民的所在也信心的真经济，以希望的所在也不满的真经济，以医生的所在也医疗的真经济，以魔幻的所在也有能力的真经济，魔幻只是有人是哪位人？魔幻只是有人的了解，是了解人。魔幻只是有人命，是命人。因为我了有故事的事，一定得着；因为我了有下面人的事，一定得着下面。我因为希望的事，一定得着心，因为我阿门。这是咱三个来
因圣诗第548首，我是为基督。请大家起立用全手。我是为基督，是的你有好，我的心望主的歌，做你真中路步，无论地位本事，还是尊贵富。龙天高主，最你起鼓，最主路迎姑姑。无论困苦要我，假使有问烦恼，也为着主今那团补，也算是一龙宝。为主归心之家，我大亲亲我听，心中高兴龙宝帮的，为表归命高位。请大家由阮徛伫人同齐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上土，做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齐来启应第10篇诗篇第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也晓得惊赢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也晓得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地吞食我，为因我会跋倒失败。虽然大车杂营包围，我的心也惊赢。虽然对敌发动战争，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就对他，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宝贝内，伊会互我美丽伊的厝内，伊会互我徛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也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宝贝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罗上主。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求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紧我。上主啊，我来调紧你，真正毋通掩面毋查我。求你毋通收起赶你的路步，你一直是我的帮助，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自抓我、放杀我。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的等待
就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地的成员，甲我交互因，因为因我为情放下我亲信一项事。了活的第一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信靠。咱三甲来压头来祈祷。阮所敬仰的天父上帝，愿要学乐你，感谢你，感谢你的听，紧宣反，有福分白白得着救，来成做你的囝儿。因为你是道路、真理、性命，可是活水泉源。祈求你的话不断来感动我，吸引我，用心来领受，求圣神来帮助。伫生活中顺探你的话、你的旨意，互恩典甲祝福充满伫阮的中间。咱若同心合意，彼此相听，共同为着台湾这个土地、百姓、甲国家、世界来祈祷。求你复兴台湾的正教会的合一，用真理来教示羊群，将不安稳、小困乏的代志，求你来掌管治理一切。愿阮有和平、喜乐、平安的心。愿伊将这美好的好消息来传扬，互人知。在道中，咱嘛要将教会的兄弟，甲咱的亲情朋友，一一来下到祈祷中来感谢祈祷。身体欠安的，求你来医治恢复；厝外工作，也来求你，互伊出入平安。愿安尼切切的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阮来看圣经，今仔日圣经节是伫提摩太前书4章第60到13节。伫圣经的和合本299页，汉语本是195页。圣经是安尼写：若将这个事点醒兄弟，就你要做基督耶稣好的妻用，用信道的话，甲你所顺探好的教示的话，来得到培养，着去煞粗俗的话，甲老岁的人有拍鼓，着家己练习到敬虔。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可；若是敬虔，就是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实，甲将来活命的应允。即句话是通信，通照常才入的。第10节，因为咱着无出力，是为着这个，因为咱的毋望在伫正活的上帝，伊是正人的救主。伫遮的人信的人，搁较是，这个事你着明明来教示，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着注意读册、劝勉、教示，教伫我来。以上赞美，请圣歌队学乐。今仔日诗歌的名是《人甲神和好》。
进度，今仔牧师的题目是伫小组的题目台，伫小组的题目台。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呼召、竞选，互阮成做你的子民。都通过教会的设立，互阮一内底有长老、执事、团契的会长。照明显来看，这下拢是教会的领袖。总是主上帝，愿知，阮每一个基督徒，当阮离开礼拜堂，进入到社会，进入到人群，进入到阮食头路的所在，其实阮每一个人拢是领袖，阮每一个人拢是基督信仰的好的一个款式。所以恳求主上帝，过去阮的言行举止行大，若有得罪你，若是有互人绊倒的所在，主啊，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不足无知的过去。总是恳求主上帝，今仔日我们对保罗写予提摩太的批信来看伊讲，即个提摩太保罗的学生，怎样有一信心甲伊老师的教导下面，来成做信徒甲正人好的模范。求主上帝，你通过你的话以及分享，会当互阮得到对你遐来亮光、启示甲帮助。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延续咱顶礼拜讲道的即个议题，咱延续顶礼拜讲道的议题，毋知影咱敢会记得顶礼拜讲道的议题是啥？我先来后壁耗一下，较倒出来继续讲，拢袂记了。来，咱爱为着教会内底一寡信心不足、良心无够、软弱的人，咱讲是爱来安那限制家己的自由，免得互人绊倒，对无？敢会记得无？啊，然后咱爱主耶稣基督的即个款式。顶礼拜。咱是对保罗直接来考劝人讲，咱毋通去做的即个部分，咱爱来准则毋通做的部分。总是即礼拜咱所得到的即个经文，领受经文是保罗对提摩太讲，你爱去做会到的部分，你爱去做的迄个部分。顶礼拜的最后一则经文，保罗讲是讲，恁爱学我，亲像我学啥人？我学基督。今仔日提摩太就是一个学保罗的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伊是保罗的学生，所以咱要今仔日对提摩太，保罗写予提摩太的这个批信来看讲，到底保罗安怎来劝勉提摩太，成做信徒甲正人的一个好的模范。今仔日咱读的第一段经文，咱做伙再来读一解好无？咱再来读一解哦，来请。后来，即句话是啥意思？即句话的意思是讲，你只要去教示人，去达人教，你的生命就会自然自动得到成长，得到改变，是安尼意思吗？你去达人教，家己就会成长，也是讲你为着要去互人，要去达人教，你家己爱先受教，等到即个生命有进步成熟了后。你才来做模范，较去人教导，是对一种。第二种嘛，吼，因为若第一种的时阵，我来讲，全教会为着进步，大家就教来教去，恁要信无？哈，大家人就摸圣经，四个人教来教去，我人教了就会进步。总是第几种？第二种嘛。保罗一只的意思是甲提摩太讲，今仔日你成做一个教会的领袖。你要人教导，你爱家己先受教，
你爱家己通过信心对这个圣经真理内底来得到装备甲这个造就，煞用这个你有进步、有成熟的这个性命来做模范，来教示人。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你才是主耶稣基督尽忠的奴仆。阿门。你有要照安尼来行无？有无？有吼。恁讲的哦。所以提摩太一只保罗甲提摩太讲的话，咱用简单一句话来讲，或者你毋通会晓讲，啊袂晓安那，袂晓做。啊，你讲了真水气，讲了真好，啊结果做出来拢安那，拢互人跋倒，吼。啊，我要讲的是，咱的礼拜内底，咱的聚会敢是常常的祈祷，毋若是今仔日的聚会啦，过去咧聚会祈祷，最后拢会讲一句：愿今仔日上帝的话，甲牧师的教示，互讲的甲听的安那，白白得到利益对无？啊，结果咱礼拜三敢有照安尼去行，或者另外一回事啊嘛吼。啊无，咱是咧祈祷啥安尼？祈祷煞会了后，无一定照安尼去行。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咱煞会，咱着安那个人行咱家己的嘛，对无？真少有这个交配的所在。所以啥哩？今仔日咱讲教会也是基督徒需要团契，需要小组的生活，就是一只嘛。因为只要有团契甲小组，咱彼此之间才有交陪、沟通、互动的这个机会，对无？所以团契甲小组会当讲是一个基督徒，伊去实践伊的信仰的空间甲时间啦，实践信仰的空间跟时间啦。特别咱教会领袖，咱的长职，咱的团契会长，咱伫即个团契甲小组内底，咱有做模范、做好的款式的即个任务，有即个责任。上时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某一个程度，我要讲的是，长职参加一团契甲小组内底，爱感觉真紧张，爱有迄个紧张感。啥讲？今仔你诚做一个教会领袖，你是兄弟姊妹中间，你的责任是啥？你讲大家教圣经，你讲大家坚持真理，有需要无？长职甲我回答一下，好无？有无？有嘛？啊，你讲大家做信徒的模范，拢爱嘛？所以你爱有紧张的感觉嘛？你是小组一团契，你要有紧张的感觉嘛？你做人的模范，你来教人真理啊，你要有紧张啊。牧师即马逐个月拢有带即个新家庭小组的聚会，啊，伫迄个中间兄弟姊妹拢甲我讲，牧师你放较轻松的啦，牧师你放较严肃啦。你带的主题吼，莫一直读圣经啥物货。我感谢这兄弟姊妹体贴，伊毋茫我伫小组内底会当放轻松。总是我真清楚我家己的身份。牧师敢是属灵领袖，是嘛？所以我爱接受哩我家己的言行举止啊。我这惊我讲啥物话做啥物，互人绊倒。特别其实我私底下我才爱讲耍笑，所以有当时牧师娘坐伫我边仔，伊个手拢安那，甲我偷吐。有当时啊吐到大力的。因啥你一个牧师，伊会甲讲你一个牧师人讲迄有诶无诶，吼，因为伊就是爱我注意啊。我做一个牧师人，敢会讲话讲耍笑，去互人绊倒，互人受伤。所以今仔日第4周第6节的重点是啥物？重点是讲一个教会领袖，咱今仔日咱为着要来陪伴新朋友。咱要来引带遐个无道友，咱要来教导遮个初信的，而且都诚做信徒的模范的时，家己爱先得到造就，得到装备，对圣经真理内底来得到优持。阿门。咱要去当教人进前，家己的性命爱先进步，爱先成长，爱先成熟。可能讲到遮，咱其他兄弟姊妹会感觉讲啊。今仔日无我的代志，是安那？因为牧师拢去教示啥？拢去教示长职对无？甲团契会长对无？请你毋通安尼想，以恁
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将来要竞选的属灵领袖，有阿门无？就算恁无用，上帝要来竞选，要来用，你有法无法度？安尼知影无？知啦吼，但你边人讲你是属灵领袖。当然，牧师毋是敢有教示别人啦。今仔日的教示包括教示啥？包括教示我家己啦。接说保罗伊阁讲，着拒绝粗俗甲空洞无雅者的即个传说。牧师读的即个台语版本，甲咱较无共款啦吼。粗俗以及空洞无雅者的即个传说。保罗讲的即个粗俗，也是讲空洞无雅者的传说。是啥物货？来，咱来读即个经文的部分，好无？这小共款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总是伊是第1节到第5节。来，咱做来读，请。即款的教示是对欺骗的白贼来的。因的良心已经互魔鬼有不红红的铁印有记号，因禁止嫁娶一切的假物，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拢是好，都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通过上帝话甲人的祈祷，就真做成。来，特别是即句哦，特别是即句哦，因为上帝一切创造拢是安那，就用感谢，就是讲用祈祷安那来领受，无半项通拒绝。通过上帝话，上帝话是啥？圣经真理以及人的祈祷，就安那真做成。毋知咱敢会记得讲，顶礼拜保罗伊写批互哥林多教会，责备因教内底有智慧的人，因为因去啉食祭拜偶像的这祭物，煞互人绊倒，对无？啊，毋过即礼拜经文，保罗相共款写批互提摩太，总是伊劝勉提摩太安那，遐个食物吼，你着用感谢、用祈祷来领受。然后你祈祷过遐食物，就安那，就清气就正成啊嘛，对无？你会感觉讲保罗讲话反起反倒袂？你可以对哥林多教会讲，恁爱因为别人软弱，你毋通食。老提摩太讲，你祈祷了就会当食。保罗敢有大细心？因为提摩太家己的学生嘛，你祈祷了清气会当食。责备哥林多教会讲。你毋通食啦，别人会跋倒啦。到底是安那？到底保罗讲是大细心？当然，我要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甲以弗所教会所拄着的问题是无共款的。啥讲以弗所？因为当时提摩太伫对头服侍，就是以弗所教会伫服侍。哥林多教会面对的问题是。教会内底有智慧、有自由的人，因会去食着祭拜偶像的这祭物。总是以弗所教会遮是有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因虽然信主耶稣有自由，总是因犹原持守一律法的规定。律法的规定内底有真侪食物是袂当食的哦。好，来，你有人真爱食鳝鱼意面无？鳝鱼意面啦。有好食无？基督徒通通食。圣经律法就讲明明，迄太哥袂当食啊。来，有爱食山珍肉的无？有吼。犹太人讲猪肝当食，袂使，这无自由吼。恁敢有食？有吼，鳝鱼意面敢有食？恁拢无生气。就亲像是安尼的情形，一寡犹太人因一定信主耶稣啊，总是犹原持守律法内底一寡句，迄袂当食啦，迄袂当食。不管是拜过偶像的这个物件，还是律法所规定的，其实因有一个共通点，
因小共款的重点是倒位？重点是遮的食物拢安那无清气。当你食了后，你要安那来面对圣洁的上帝、圣洁的上帝？关系一遮，你敢听有？小共款无清气，食讲到遮，我怎啊一直流水咯？敢会食了遮无清气的食物，甲即个圣洁的上帝关系会拍歹啊！所以保罗一只教示提摩太一句话，伊教示啥？来，咱来读一解，因为啥物货？那用恁敢捌拄着你边仔朋友，甲你讲，基督徒毋通食米血，毋通食梨血，然后去西餐厅点牛排讲5分熟的，要当食米血，头家5分熟，爱讲听我意思，毋是相共款嘛？所以安尼看来，保罗其实是爱遐个明白真理，享受一基督自由做领袖的人。伊会晓去体贴遐个还无够信心、良心软弱的人，恁爱设立恁的行为，毋通互人绊倒。总是保罗伊敢有永远讲，一个基督徒一世人拢软弱无知，拢无增长、无大汉、无成熟。保罗敢有永远安尼代志？做基督徒一世人拢安尼，拢软弱，我无知，我毋捌，敢通安尼？所以保罗伊爱提摩太。你爱去教导真理，你爱教导圣经，互因明白即个纯正的即个信仰。你爱去教导，所以保罗伊无爱提摩太去催促，还是讲妥协对即个歪理去妥协啦。今仔日你若是对即个歪理妥协的话，时间久来，教会可能会出现一寡奇奇怪怪的即个文化甲传统。来，牧师一只分享，我是旧年拄到的遮个。一个情况吼，互我做这信仰的即个反省。旧年牧师有去即个菲律宾一个树悟岛，去遐参观。然后我有去看一个天主教的大教堂，或者圣耶的大教堂、圣婴大教堂。即个进前有一支麦哲伦的即个十字架吼，麦哲伦的十字架。即个十字架呢，相传是或者一个麦哲伦，伊将天主教传入去。传入了后，咱知影讲当地的即个原住民吼，小可迷信是安那？因为自天主教传入去的时阵，其实有发生真侪生涯奇事。然后这个生涯奇事发生了后，因开始宣传讲，只要你破病吼，你去敲迄支十字架，第几十字架，敲落来符吼，热水安尼啉啉的吼，会当治百病。安尼听起来，咱小敢有一台湾听过？一庙内拢叫伊啉啥货？符水嘛。因当时啊讲，你若破病，你敲迄十字架吼，安那敲迄符挂水啉会当治百病。请问吼，迄个岛屿顶悬有偌济人，卫生甲健康问题拢无好，即个十字架敢有够因敲？所以后来因禁止因倒去动即个十字架，因后来直接蜡烛。下骹的即个做放即个蜡烛，然后即个蜡烛呢，就是通过圣职人员祝圣祝圣啊，祝圣了后，你蜡烛摕倒去点是摕倒去食啦吼，摕倒去点，祈祷就会治百病安尼。牧师去到遐看到一个现象，伊这十字架下骹吼有一群这祝圣袍啦吼，来咱来看这段影片，咱来放者，咱来看者。Mahal na si Santo Niño Santa Cruz, bersarita na sa kanay panamang mamameritido kalungsod, anya karihanan ni Pastor na galit sa pamilya, taklapi si Santo Niño si Papa, upa silang pagpandrabaho sa negosyo, ilabi na siyang love life, good health, good work, and happy family. Senyor Santa Cruz, mamameritido kalungsod, mga santo sumasanta sa tanan, kay ikaw manandalampanan, ikaw managkamhanan sa tibok kalibutan. Tabangi sa Senyor Santo Niño, ilabi na siyang pamilya. Viva! Pit Senyor Santa Cruz, Mama Mary Pidong Kalungsod, sa ngalan samahan sa anak sa Diyos Espiritu Santo.
offer mo lang ma'am ha, mag-use. 好，即、个物件真做当地一个商机啦，吼，就是讲，即个祝圣婆伊祈祷过、祝圣过的即个蜡烛，伊会只表演了，袂互即个安那观光者用安尼去趁钱，讲啊你买转去你点吼，会当得到祝福安尼。啊，总是你有发现讲即个祝圣婆吼，伊祈祷的时阵，伊的身体安那，也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对无？啊，我毋知恁中间敢有对天主教过来吼？你有看过神父祈祷的时阵，身躯一下出来摇来摇去嘛？啊是要逐一个物件祝圣，一下摇来摇去嘛？后来导游有甲阮解说，当时天主教的神父去到遐甲因服侍的时阵，安那环境无好，蠓虫真济。啊，然后一下祈祷祝圣的时阵，安那迄雨神撞落去迄衫内底啥货？啊，神父就一面祈祷啊，一面安那。啊，因为文化无共，当时的人敢知影天主教？毋知啊，啊要甲因学啊，啊叫看神父安尼安那，对的出来，就安那流传到即马。因想讲爱安尼，其实敢有需要安尼？无需要嘛。啊，是啊，无需要顾即个咧。咱来想，咱的教会来到台湾100几档、50几档、60几工，对无？啊，敢有一寡奇奇怪怪的传统甲文化，检查嘛有呢。咱只是祈祷无安尼出来摇的尔呢。咱来去对圣经内底来敲做即个真理，来敲做上正确的翕面，然后继续传承落去。教会领袖就是有安尼一个责任。教会领袖有安尼一个责任，是团契小组内底爱教导真理，互人对毋对的假释，也是对迄种无符合圣经的即个传统甲文化内底来得到讨棒。当然，做领袖的人，真正家己爱先读圣经，好好读，去知影讲正确迄面到底是生做安那，然后你才有法度去分别啥物货，华语或者啥似是而非啦。啊，看起来那些是对的，其实这上安那毋对的嘛。啊，你嘛毋相信，无你学伊祈祷安尼摇的出去，安尼嘛会使嘛，对无？所以提摩太伊接续伊安那宽免即个对保罗得到宽免。来，咱来读这段圣经文，来读，请。保罗伊是掠即个罗马帝国，伊是当时一寡殖民地所起的即个运动场啦，运动场内底运动选手来做比例。咱啊怎罗马竞技场，你知影无？啊，奥林匹克有捌听过无？吼，就是安迄个时阵安尼慢慢兴起的。保罗讲，你来看哦，每一个运动场内底的运动选手，为着要伫比赛内底得到冠军。会当走较紧，跳搁较悬，压搁较重，啊，牵物件牵愈较远，因敢会一直操练家己的身体，敢会一直操练，会嘛？因就毋茫一直操练，操安那，锻炼互家己的肉体会当有上好的即个表现。小共款，基督徒灵性的操练嘛是安尼，咱为着要来明白真理，咱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咱要学亲像主耶稣基督，咱要做信道的模范，这个操练咱拢袂当欠缺。来，咱来读一解，请。祈祷的操练、读经的操练、灵修的操练、礼拜侍奉、福音事工、甲服务证人等等，这个一项拢袂使欠缺，哦。吼，啊，运动的表现，你要爱有气力。你要爱有速度，其实你的身躯需要有即个协调性啦。协调性，敢听有我意思？协调性，身躯要爱有即个协调性，你必须爱有即个核心的筋群啦。用台语有够歹读的，
核心肌群啦，核心的这个肌群，爱用爱有力，你才有通一运动一大种的运动的项目内底安那有这个协调性。当你的身躯有这个协调性的时阵，你的身躯会当提供上大的气力以及速度。今仔日基督徒读圣经、明白真理，就亲像运动员去训练这个核心肌群相同款。牧师再讲一届哦，基督徒读圣经、明白真理，甲运动员去训练核心肌群是相同款的。安尼敢有了解？今仔日咱无训练这个核心肌群，咱听真侪讲座，咱受这个训练，咱参与这个事工，可能甲新朋友交陪伴暖。我要讲的是，这是无效的。咱的核心无锻炼起来是袂使的。咱独独徛伫正道的顶面，往正确的方向来迈进，最后咱才会得到上帝要予咱的这个奖赏。来，咱来看核心肌群是倒位。来，你摸一下家己的身体好无？摸者，这就是咱的核心肌群啦。核心肌群。下摆你若要锻炼核心肌群，牧师会当开课教恁安怎操练，安尼好无？保准恁哀哀叫。好来，有一句话是保罗写予以弗所教会的一句话，这是属灵军装内底其中的一句，咱来读，请。就徛在用真理安那做大下一对大，有。所以透过牧师讲，读圣经追求真理，亲像运动员去训练核心肌群。牧师毋是阿伯讲的，保罗爱提摩太训练安那读经追求真理，然后提摩太是对答何使？以弗所教会，所以伊写以弗所的就是安尼。恁爱听提摩太的教示，用真理来当作怎会大来下腰，安尼你的信仰才安那才会有力，才会有力。保罗伊互提摩太的即个勉励，伊上主要是要互提摩太讲，你是安尼属灵的操练，绝对袂空着无啦。你操练恁的灵性，你操练你的信仰，绝对袂空着无。请问运动员，因操练因的身体，因能得到勇壮，得到勇健对无？得到健康对无？总是要讲的是，运动员敢袂老？伊嘛会老嘛，当因食老了后，伊的肉体安那，敢会衰烂？有一天敢会面对死亡？相共款啊！运动员安尼的操练，因自少年的时阵得到啥？可能即个奖牌，真侪奖杯，可能头壳顶的即个冠冕，总是即个荣耀，敢会带去到未来？拢留伫倒位？留伫世间，然后是暂时的。总是灵性的操练呢。咱的信仰，咱的灵命操练是安那？牧师这句话你爱听清楚哦。灵性的操练是超越肉体。来，咱来读一解。灵性的操练是超越肉体。灵性的操练超越肉体限制，意思是讲，虽然你的肉体愈来愈衰老。总是你只要操练的灵性，虽然肉体受毁坏衰烂，总是灵性会安那，敢会愈来愈勇壮、愈成长、愈成熟对无？愈大汉对无？肉体虽然衰减，虽然到最后毁坏，就是咱讲的肉体面对死亡，总是咱的灵性操练，最后会当得到啥？得到啥？无恁信耶稣是信啥物货？咱敢是肉体虽然毁坏死亡，当耶稣搁再来时阵，咱拢会安怎？咱拢会搁活，然后就天甲上帝永远安那三个地地，享受伫阳光内底。当咱未来伫天顶所得到遐个，比运动员伫世间所得到的安那搁较好，搁较好。换一句话来讲，基督徒
也是讲教会的领袖，检采一持守真理的顶面会受到挑战。检采咱基督徒教会领袖伫生活中间会面对试探，甚至是咱伫教导真理的时阵，会拄到真侪挫折。总是遮的拢是过程，因为咱所追求的绝对毋是人的普仔声甲娱乐，咱要追求嘛毋是对人来的认同甲即个欣赏，咱要追求的是啥？咱要追求的是属天的荣耀、属天的即个冠冕。今仔日，咱教会领袖，咱要起来带头，咱来拒绝即个世间的荣耀、世间的好处，咱要带咱的信徒做来追求属天、属灵的冠冕以及荣耀。有阿门无？我再讲一届，咱的着磨绝对袂空空，因为遐个奖赏、遐个礼物、冠冕，上帝拢为咱备办好，放伫地顶啊！你敢有想要去摕？有敢有想要得到？拢无想买。有想买无？有阿门无？头句啊，保罗用操练肉体、操练灵性来解说讲，人命会当超越肉体的即个限制。那即个操练人命超越即个肉体限制的时阵，那安尼肉体甲时间袂当限制咱的人命有偌进步。安尼我们问的一句话就是讲，敢有讲你年纪愈大，你的人命就愈较好？因为是超越你的肉体甲时间的嘛，你的灵性无一定会因为你的年岁较大，就安那小共款较好啊。我想最后今仔日咱即段经文是咱拢真熟的。保罗伊劝勉提摩太讲，毋通因为你的少年安那，互人看轻啦；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啦。所以咱想看卖啊，啥物会互做属灵长辈？啥物互做属灵长辈？牧师今年40岁，我信主30几冬，靠拄幼稚园吼，迄个无认真学的，也是国小无认真学的，信主30几冬，即马做牧师，然后即马有一个60、70岁的人，伊当认捌信仰，伊当接触福音，然后来教会受洗礼。洗礼了后，这人敢当活头，但牧师讲，我即马是你的属灵长辈，敢会使安尼？伊年纪比我大呢，我40岁，伊60、70岁，敢会使回头我讲是我的属灵长辈？安尼送是送的属灵长辈。保罗伊足清楚，提摩太这个少年人，伊伫教会内底做领袖。伊真正一年纪顶悬是人的时势，所以伊爱提摩太一灵命操练顶面安那做人的前辈啦，做人的前辈。咱不免拢会用年纪来看待一个人一世间有安那有经历偌济。相信咱拢听过一句话啦，我食过的盐吼，比你食过的米安那较济嘛。咱拢用年纪来批评去看待一个人。总是保罗一只所讲的这个年纪，伊讲的是属灵操练的这个性命。年纪比人较小不要紧，总是保罗伊爱提摩太，一灵性的操练比人较成熟，一敬虔的操练比人较老练、较有经验。某一个程度，今仔日你的年纪足大，总是你伫信仰顶面，若无操练的时阵，无成长的时阵。敢会去互人看轻？一个教会领袖，一团契小组内底，绝对会拄到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嘛会拄到年纪比你较小的人。总是不管如何，你爱保持迄个紧张感，你爱互家己警醒，你爱去互家己进步。你毋通互年纪比你大的人甲你看轻，你嘛毋通互年纪比你小的人甲你看轻。结尾来讲，保罗伊劝勉提摩太，你真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咱用简单一句话，今仔日这段经文，咱用简单一句话，就是讲，
你来照你所领受的安尼去行，照你所领受的安尼去行。来，咱来边人讲，照咱领受的真理安尼去行。今日牧师有讲过嘛，事咧安尼祈祷嘛，互讲的甲听的白白得到利益嘛。啊，读圣经读了后，咱拢会讲一句：既若听上帝话，倒去行的人安那，就要得到祝福嘛。所以今仔日保罗甲提摩太讲的是讲，你要去人教示，你要照你所知的真理安尼去行。因为只要你行入真理，你绝对会拄到挑战，拄到试炼，拄到苦难。这个试炼苦难，就是要操练你的灵性，互你的灵性愈来愈进步，愈来愈成熟。今日属灵的领袖，若伫闪避这个操练的时，你就袂大汉，你就袂成长，袂成熟。检查你就互人看轻。当你互人看轻的时阵，你就无法度是讲话、行做、听真信心甲清洁，做人的好模范。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求你怜悯阮。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都有真济的欠缺、不足。检查过去有得罪你的所在。主上帝，求你怜悯阮，帮助阮。过去阮也无说你互送跋倒，求主你亲自安慰、扶持，会当互阮有机会顶头来。恳求主上帝，你的神，将今仔日你通过批信，这的话，倒一摆放入阮的心内，常常甲阮提醒。因阮桃园教会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总是阮爱备办好阮家己，成做正人好的款式、好的模范。因为阮所传的毋是财物，是阮的性命。求主上帝大神，互阮有好的见证。用性命去影响性命，用性命去点出主上帝你的大荣光。愿主上帝，你继续引带阮，保守阮头前的道路。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第194首，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济，即时来奉献，请张伯钧、吴文仁之士。即马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有摕酒杯伫咱的酒杯上后壁。超然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即句话通相信，大家完全接受。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到第9节，请超然。对逐项拢有利益，即句话通相信，大家完全接受。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9节，超然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即句话通相信，大家完全接受。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到第9节，咱来看咱的周报。欧洲侍奉人员，请大家来注意哈。第二是咱的周间的聚会内容才有逐团契的组织。后礼拜妇女团契甲夫妇团契的分享，题目是难以启齿的泌尿问题。请大家对遮关心家己健康的人来参加，是请尤光斌尤医师来伫阮的当中来甲咱分享。咱的教育部课程遮陆陆续续拢有进行，甲咱主日学的课程。后周就是咱有圣餐、圣礼典。南面的报告内底都有。第三页是咱的小组的组织，这是咱逐组每一礼拜拢有一个组织，也是关怀。第四页是咱的奉献
面世。遮内底若是你家己也斟酌去看，若是有错误，来请咱来往咱的中一来反映，来修改。第5页是咱的消息报告。今仔日为大港节第2主日，感谢咱夫妇团契加1、2、3、4对夫妻来点烛第2支和平的紫色的蜡烛。下晡1点701会是会召开2020年顶半年的时间协调会，甲12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甲咱大团契新的会长甲旧的会长来参加协助，协调一下若是爱修改，就爱参与哦。后周12月15是第3主日，第大港节，这是请咱的青年社青遮的青年来点烛，甲学青的遮的青年拢有点烛，是喜乐的蜡烛。后周有圣礼典，第1场圣餐式，第2场有洗礼式甲圣餐式，请兄弟来备拜生来领受。遮名单受洗有圣灵洗有尤允珍、尤允约，信用个别有吕秀珠甲陈瑞慈，修理洗是陈天意。教会消息，后礼拜会使来提咱2020年的行事历，甲大区团契的聚会表、年历卡甲月历。教界消息：2020年全国妇女的人才训练会，伫明年的1月16到18，踮伫杨梅中华电信的人才培训中心遮来训练。咱妇女当中对遮有意爱去参加，会使往咱的营利方会长甲简碧会副会长来报名，到12月20来截止。下晡12点的时，咱合作社要召开合作社的理干事会，请理干事来出席。下晡遮后壁遮有刊登咱今年的圣诞节节期的活动，请咱大家来看吼。尤其遮有报佳音的有去个仁爱养护中心。还有大溪旗顶日照中心，愿意者去四楼遐后壁去签名，抑搁你的厝内还是社区需要报佳音的，嘛去登记。12月21拜六暗7点开始，咱的圣诞晚会这活动爱准备。12月22早时10点，迄天。只有一堂第1场甲第2场合并。礼拜了后有圣诞爱餐，请大家来邀请你的朋友，甲你的厝内亲戚好朋友来参与。以上，请牧师遮有报告无？无。无报告，咱就煞遮来上映。第396首，大悲散会求主赐福。请大家去来吟全首。
无事照读。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心帮助阮，会当互阮追求真理，行伫真理，照阮所做的好款式、好见证，直到主耶稣过来甲阮学乐将属的日。阿门。祝歌。电压袂倒。这是咱来行平安礼，互相讲，愿平安喜乐，军队里。